和平这两字有啥物问题？大家拢爱和平啊！读师大伫和平东路上啊，和平有啥物唔对吗？迄当阵国民党政府伊就讲袂使，是安怎咧？伊讲哦，迄当阵共产党讲要和平解放台湾啦。蒋介石迄当阵就讲和平是一种谣言，而且咱即马要反共复国啊，咱要战争啊，你鼓吹和平，你就是鼓吹姑息主义，所以你就讲你内底要选和平，你就要全部加掉，规部片就互加到脆高高。所以林传秋伊后来就感觉讲吼，这拍电影毋是遐尼简单的代志，因为全部就是政治的原因啦。伊就讲伊后来拍戏吼，拍第一片，就干那会当拍透明无色的戏。啥物叫做无色的戏？就是手巾摕起来靠袂离迄种，无就是空空笑笑的戏。因为他就很感慨啊，伊讲第一片袂当拍迄，你袂当拍迄这红色的戏啊，共产的戏袂使，黑色的戏，罗马的戏袂使，黄色的嘛袂使，有黄的嘛袂使。伊就拍迄这空空笑笑，还是手巾摕起来靠袂离的戏，你感觉讲咱第一片的演员、第一片的导演、第一片的编剧。敢真正遐歹，咱是安怎着，干那会当拍这种电影呢？毋过若是讲到迄第一片哦，这审查制度嘛是真奇怪，像种和平伊就会特别甲刁难。毋过有一款电影哦，像歌戏电影，咱知影讲歌戏拢是女生反串小生嘛，内底嘛有真侪镜头哦，其实嘛有漏网的这种尺度很大的镜头啦。你是讲迄个？内面的迄戏的内容是有较无符合现代社会款观感甲想法。你就想讲内底嘛有女接吻啊、女爱抚啊，甚至我嘛看过有一部电影哦，叫做《去食甲千金》，内底有一段哦是女主角喙焦，男主角就摕杯啊互伊，女主角哦看到男主角摕杯啊，伊就手安尼甲撒开，就比男主角的喙。搁比家己的喙，啥物意思咧？就是叫男主角用喙试水，互伊啉安尼啦。你就知影讲哦，咱较早的演员嘛是尺度真大呢。这种物件就袂互加掉。毋过啥物物件一定会互加掉咧？像拿刀子，也是周成过台湾这种电影就一定会互加掉。这种电影哦，伊的故事大纲简单来讲。就是本性的痴情女性，和外性的薄情人欺骗感情啦。本性的痴情女性后来就自杀，化作厉鬼报复安尼。你嘛知影这种电影哦，伫228事件了，迄当阵省级冲突够真严重的时阵，其实很能引起大家共鸣嘛。迄当阵国民党政府看到就感觉讲这种电影会挑拨民间感情啊，伊看到讲就发现到哦，咱真侪本省人哦，看了电影了后出去远，就讲迄个阿山啊，就讲外省人哦，拢是卑鄙无人性安尼，就感觉讲这电影绝对袂使好演，爱加审查，爱加掉安尼。毋过迄当阵的这审查委员，其实伊嘛毋是甲遐个标准30几条背起来，伊其实嘛是看电影看倒位，伊感觉碍着，也是看甲不顺眼，伊就起灵再去对那些标准，看伊违反多一条安尼。所以你会使讲他自由新政的空间真大，所以你会当讲迄当阵，其实迄言论自由的空间其实是很受限的啦。所以林传秋导演才会讲，伊后来拍戏吼，拢拍一款透明无色的戏，才会拢拍较侪是拍这种。家庭伦理也是爱情的戏较侪安尼啦。